係2026年啦，進入新一年之後咧，可能第一個嘅咁公開嘅場合可以同各位 fans 見面嘅。有啲咩説話想趁住今日同各位 fans 分享兩句啊？我覺得哇，時間過得好快，我哋係咪已經踏入緊1月嘅第2個禮拜？係啊，好癲啊，好 ridiculous。係咯，我好都聽到。係咯，好開心今日見到大家，同埋好係咯，我好期待一陣唱歌俾大家聽。今次為大家帶嚟嘅呢一張專輯啦，叫做《A Ridiculous Distance》啊，其實都用咗成2年嘅時間去做成個籌備同埋製作，先至帶到去各位樂迷手中嘅。可唔可以趁住呢個時候，請 Kiri 同大家介紹多一啲關於呢一張嘅專輯咧？其實我覺得呢一張專輯嚴格嚟講咧，係用咗即係話就話用咗2年去做啊，但係應該我諗有1年都係喺度 overthink 緊，同埋係咁轉歌咯。點解咧？即係由一開始嘅時候本身有種想法，但係之後其實有變化嘅。係，即係成日都寫咗，然之後就覺得都係唔好用，或者有啲一路 prepare 嘅時候又寫咗啲新嘅嘢，然之後又覺得好似用新嘅好啲喎咁樣，咁之後有其實好多 decisions 都係好艱難咁樣去做嘅。咁我會覺得其實我回想翻呢2年就其實好多時間都就係用咗喺度，要唔要呢個，要唔要嗰個咁樣。因為即係可能首其實都好中意，因為寫咗出嚟。咁但係我想問，咁最後個 decision 係點樣落咧？你基於啲乜嘢而最後我哋喺呢張專輯裏邊見到呢一個 song list 有呢個選擇咧？其實我覺得呢2年都係我自己都成長咗好多，因為我可能一開頭諗住做呢個 album 嘅時候咧，我就係覺得所有歌我都要擺晒入去。即係急不及待咁就要所有擺晒入去咁，但係後尾我諗去到上年嘅年中年尾咧，我就決定喂，其實不如我可以分3個 project 嚟做，其實唔使啲嘢唔使咁緊張，話覺得寫咗要而家即刻出啊咁樣，咁我覺得係可能呢2年都個人 patient 咗咯。其實呢個做法係好好㗎，因為如果你一次過出嘅話咧，我哋就搞1個簽唱會嘛。你分3次出嘅話，大家就可以有3次嘅機會嚟參與你嘅簽唱會啦。係咪好事先呢單嘢？咁所以嚟緊會係點樣嘅安排咧？唔講住，稍後嘅時間先至講。因為啱啱講開過去呢2年啦，我都想問QVT 以下嘅呢個問題嘅。我相信好多嘅觀眾朋友啦，大家諗起 QVT 嘅時候咧，當然佢有好多首好歌啦。不過其中有一隻啦係朗朗上口，馬上就會諗到，就係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。我都想問下喺過去呢2年嘅時間，未必同個專輯有關啊嚇。你有冇至少真係做咗一件你自己覺得係離譜的事？或者我哋今次講 ridiculous 啦 ，ridiculous 其實可以唔係淨係譯離譜啦，可以有其他嘅演繹啦。你有冇做過一件 ridiculous 嘅事情係可以同大家講嘅咧？我講咗呢句先。我覺得其實整個 album 搞咗咁耐都係好 ridiculous。其實我一入咗，我諗下先，上年係其實我一入咗 Warner 嘅時候，我已經係同佢哋講話，我有呢個 album concept， 所以其實唔係2年咯，即係我已經講咗呢單嘢講咗3年。咁但係我覺得我好離譜嘅係，我覺得我嘅拖延症非常離譜咯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學，係絕對係我而家係 learn 咗一個好大嘅 lesson， 就係啲嘢其實我想好快，反而就慢咗。調翻轉咁諗，有時慢工出細貨咧，咁所以我哋有呢一張好好嘅專輯。專輯嘅嘢咧，轉個頭嘅時間我哋再傾，因為今日咧各位 fans 嚟到現場，除咗好想聽你唱歌之外啦，我覺得平時唔係好多機會可以同 QVT 一齊玩得遊戲咁樣嘅。咁我哋 ready 進行我哋今日第一個遊戲。好，可以嘅話咧，喺呢個時間我哋請 Kiri 咧留喺台上嘅。